Hello，各位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就2025年11月26號。咁今日咧快活谷咧有9場嘅夜馬啦。咁今日咧我哋都係會介紹第九場嘅。咁呢一隻咧就朝朝醒同埋仍然威風，仲有一隻咧就係天星嘅。咁今次咧我哋會介紹3隻馬嘅。咁呢3隻馬咧都係記得咧，都係喺近期咧有相當之同情啊、同地啊，有相當之出色嘅表現咧。亦都係跑入3甲嘅。今次咧我哋都係重點就揀咗朝朝醒，跟住咧就係仍然威風。再之後咧就係天星嘅。我哋重溫翻去上次呢2隻馬，朝朝醒同埋仍然威風嘅表現先啦。喺上一次11月5號嘅表現嘅。好，我哋去片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朝朝醒快，至尊貴寶快埋邊12神將，出邊天外迎天啊，外邊仲有隻藍衫白帽就合火飛馳，最出橙眼罩就手到齊來，內欄呢走咗上去第3位呢，仲有哥倫布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先有尾4位置到啦，尾4尾5到啦，仍然威風啊，後邊4匹馬快搏啦，紅眼罩尾3、4到啦，仲有非凡達啊，後邊2匹囂張同埋勁進非凡啊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啊，手到齊來呢就肥噶啦，跟住第2位嘅馬呢就外邊合火飛馳啊，內欄第3仲有天外迎天啊，第4位外邊12神將啦，埋邊哥倫布啦，第6位紫色衫係朝朝醒啊，內欄第7仲有至尊貴寶啊，後邊5匹馬仍然威風快搏非凡達，尾勁進非凡響後邊係囂張嚟噶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手到齊來佔先嘅天外迎天就拱咗合火飛馳出去，埋邊哥倫布夠唔夠位呢？最出嗰隻朝朝醒一路內閃上緊嚟，埋嚟中間呢就至尊貴寶嗰度啊，出邊仲有2隻12神將啦，仲有仍然威風啦，最出仲有隻囂張，最後100零米，至尊貴寶響中檔透出咗，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，朝朝醒響中間，出邊仍然威風呢就追咗上嚟，咁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手到齊來埋邊，出邊有囂張啊，結果今場賽事朝朝醒有啲內閃，咁但係至尊貴寶重磅都唔怕你啊，一樣響中檔穿上嚟贏，第2名朝朝醒都唔轉腳噶啦，內閃。同6號嗰隻仍然威風就好近，第4名放頭嗰隻埋邊，手到齊來係咪機會高啲呢？恭喜晒啦！至尊貴寶喺百萬挑戰杯啊，再下一城啊，再攞到啲分數啊！2、3名就朝朝醒跑過第2啊，仍然威風就應該第3、第4。上次咧係啱啱半個身位多啲嘅朝朝醒就輸咗俾呢隻馬。我覺得咧佢今次咧跑翻呢個1200米同程咧，應該機會相當大嘅。另外一隻仍然威風後上嚟啫，跑過第3亦都係好接近嘅。跟住第3隻咧就天星啦，啱啱上一次咧就贏咗嘅。我覺得喺今次嚟講咧，喺個路程咧機會都相當大嘅，所以今次咧我哋都係揀翻呢3隻馬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下一次我哋再講其他嘅 topic，拜拜。